好啦，乡亲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环保的树讲有各种的材质，一支位50块到500块拢有。到底要安怎来选买到树讲才安全呢？今仔日的真相急先锋。 台湾一年用掉偌济塑胶树讲，卖怀疑有30亿。去年7月，环保署扩大减塑胶的政策，全台湾店内用的餐饮不再提供塑胶树讲，民众的心内渐渐有环保意识。响应减塑政策，民众开始使用环保吸管，但市售品项这么多，品质参差不齐，您用得安心吗？ 是日行一抓卖场，买上平常的白铁3孔数11的顶级，甲继续较贵的钛系列，加上无认证标准的树讲的净送品，总共4款送入动物实验室进行酸碱的测试。 先将4支树讲编号由动物博士将树讲浸入醋酸，模拟民众长期啉汽水、果汁、养乐多这款酸性的饮料，树讲产生的变化。过来用明仔机录树讲的内外滴铁离子的气质。 阮发现二号无认证标准的白铁树讲，甲其他比较起来，虽出现粉红色，代表已经释出铁离子，若是大量累积在体内，会对肝脏造成严重的伤害。锈钢的材质最本质还是铁，虽然号称叫不锈钢，实际上它还是会生锈的。 再来将4款树讲浸入固定茶内面，经过12点钟了后，检验内面的细菌含量同款。2号无认证标准的树讲，食片内面拢是大肠杆菌，真惊人。1号的钛树讲，因为有镀金色的饰料，就算会堪的强酸的科验，内面依然有细菌。实验的结果证明讲，有白铁认证的3系列，尤其是手术刀顶级的316，产生的大肠杆菌上少、上安心。 树讲内面到底是什么模样？一般人真好奇，也我拢看袂到。阮将实验后的树讲摕去铁工厂，请师傅切开来看。无认证标准的树讲，一个切开内面拢有铁纤维，用铁托啊一个口，铁粉直接就落落来，用纸巾啊一个切，垃圾甲互人会惊。它不是很纯的不锈钢。 说它含有那个黑铁的成分，那黑铁的成分它就容易产生一些剥落，就像我们一般看到我们外面的那种一般的黑铁的金属栏杆。若是买到这款树讲，将这乌铁啊、甲细菌做伙淋落腹肚底，时间一个久，恐惊效果不堪设想。建议民众在选择材质的时候，还是以304的标章，还有呢我们国家的一个规格为最主要依据的一个标准。 选品质较好的树讲，这真要紧，清洁的3步更加重要。先用温水浸泡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加一些醋啊，更容易让这个污垢更容易掉落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用这个毛刷，千万不要用不锈钢刷，因为会造成一些刮痕。第3个呢，就做干燥，可以放在烘碗机里面。 乡亲除了会使买经过认证的白铁树讲，耐酸耐碱，无经过镀色的钛材质，也是看起来一清二楚的玻璃，嘛会使买。就讲提醒乡亲爱买锡玻璃，不是烟玻璃。铅其实基本上它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安全值，对于小朋友的智能，甚至于是成人的情绪，还有呢我们的一个神经上面呢，都有很显著的一个伤害。 金属甲细菌经过树讲淋落腹肚底，入到器官内，短期内看无不良的影响，但无时间一个久，对身心拢可能造成伤害。环保署讲带动市场的新商机，拯救海洋生态同时，嘛要注意咱的身体，敢有出现各样